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1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申命记11章第1节到17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13到1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宣认。宣认也是宣告，到底是甚物货？伫圣经安怎讲？保罗伫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的教导安尼讲着，因为人的心内相信，就通称义；喙若承认，就会当得救。喙若承认是一种宣认，也会通讲一种宣告啦吼。圣经内底大部分咧讲着甲宣告有关的经文，拢是咧讲宣告家己是属于上帝啦，也是讲讲宣告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啦吼。但是呢，伫即几年来，宣告却有小可被安尼滥散用的情形吼，不严重安尼吼。牧师伫某一个教会网站看到因搭一个外国女的牧师诶讲道，讲到即个宣告的功效啦吼。伊强调吼，只要你坚定的宣告吼，代志就必定会成就啦吼。注意听吼，只要你坚定宣告，代志就必定会成就吼，这有问题啦吼。牧师举伊讲的2个例来讲啦吼。伊举着一个少年人，因为因兜门口无偌远，看到一座小山挡着视线，伊的妈妈讲吼，若准即个山无伫的，毋知要偌好安尼啦吼。少年人就甲伊妈妈讲吼，安尼我要宣告讲吼，即个山会当刷走安尼吼。真正无偌久啦吼，就一间矿产咧挖矿的吼。公司来讲吼，要甲即个山吼挖走，因为即个矿图伫咧卖有钱啦吼。虽然代志的表面看起来好若亲像即个少年人的宣告真正有效啦吼，但是牧师要咱思考是讲宣告的意思真正是安尼吗？是满足家己的需要，去宣告某一项代志一定会成就吗？另外，即个牧师伊阁讲另外一个例，讲吼有一个牧师，伊的声音甲伊阿兄吼非常相款啦。所以有一天吼，伊阿兄呢，就假做牧师，敲电话去迄个教会的办公室，甲即个负责的即个姊妹讲吼，我实在是太爱阮哥哥吼，所以我打算要互伊1000块美金安尼吼。结果即个承办的姊妹因为分袂清楚，这到底是毋是牧师的声，伊就认为真正是牧师的声啦吼，所以伊就照办啦。即个外国的女牧师呢，用即个做例，就是咧讲基督徒的宣告。若基督徒的宣告，咱的声音就会亲像上帝的声，互撒旦分袂清楚。所以因为咱的宣告，会着互咱会赢过撒旦。等一下呢，牧师感觉即个问题呢，即第2个例吼，牧师认为是一个诈欺呢，而且是一个毒令呢，吼。哪会用即种的例咧讲基督徒的宣告甲信仰呢？昨昏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12节，保罗甲提摩太警告提醒。爱钱才是极大的罪啦吼。今仔日的经文，伊也提到着耶稣基督伫彼得岛面头前的宣认。耶稣基督绝对毋是为着家己的需要去宣告将即个山刷走。咱会记耶稣基督伫叫什么呢？基督讲啥？将即个八刷走，但是毋是顺我的旨意啊。耶稣嘛毋是宣告讲教会办公室的小姐吼，你最好是搞不清楚较紧拨我1000块互我安尼。耶稣基督的宣认是
咱会当来参考约翰福音18章33节到37节的经文。耶稣伫彼得岛面头前，安尼甲伊对应。彼得岛又搁进伫即个伊的审判所，叫耶稣来对伊讲：你真正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回答，就是宣认啦吼。这个话是你家己讲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讲的呢？彼得岛讲：我兼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甲祭司将你交予我，你做啥物事？耶稣回答伊讲：我的国无属伫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伫这个世界，我的奴仆一定会征战，互我无地交互犹太人。只是我的国无属伫这个世界。彼得岛又搁对伊讲：安尼你是王吗？耶稣甲回答讲：你讲我是王。我为着这来生，也为着这来世间，特别为着真理做见证。今仔属伫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基督的宣认是伊的呼召，伊的工作，嘛因为安尼，所以伊要牺牲性命。耶稣基督安尼来甲彼得岛讲：我的国无属伫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伫这个世界，我的奴仆一定会战争，互我无地交互犹太人。只是我的国无属伫这个世界。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当伊安尼来宣认的时阵，伊就面对死亡，因为已经交互犹太人了。耶稣基督宣认，亲像彼得岛所宣告的，伊是王，但是无属伫这个世界的王。安尼的宣认为着伊带来危险，但是耶稣基督却愿意安尼来宣认，因为这是伊的呼召。保罗劝勉提摩太爱学习耶稣基督的宣认，目的毋是要互人分袂清楚，也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忠诚，无通指责，遵守所领受的诫命。直到耶稣过来迄一日，请咱注意看圣经的教导，伫保罗互提摩太的批信，伫前书第6章13节到16节。其实耶稣基督伫彼得岛的面前做证的时阵，也用安尼一做美好的宣认。伫赏赐性命互万民的上帝知影这位耶稣面前，我吩咐你，着爱忠诚，爱无通指责，遵守你所受的命令，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迄一天。接下来经文来讲，上帝要伫时机成熟的时阵，互伊来显现。上帝是通学乐独一无二的全能者，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伊是未朽烂的，伊住伫人所袂当靠近的光内底，无有人见过伊，也无人会当看见伊。愿尊贵啊永远的主权拢归伫伊。阿们。这是真正的宣告啦，吼！申命记咱看见摩西透过伊搁一摆宣告上帝诫命，甲以色列人讲，只有透过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咱才会当用性命来宣告咱是属上帝。好，那亲像耶稣基督搁一摆伫这个伊拄着试探的时阵，伊伫遐来讲，甲撒旦讲，人活地毋是干那靠食米，是靠圣经内底的话。上帝的话是真道，是真理。上帝的诫命，千万毋通误解宣告。成功神学的追求者因误认宣告是迈向成功的万灵丹，因袂记日，只有上帝才是上帝。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申命记第11章第1到17节。
提摩太前书第6章13到16节，今天的主题是宣认。在宣认或是宣告，在圣经里面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的地方这样教导，这样提醒：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是一种宣认，是一种宣告。圣经里面大部分提到宣告是有关于经文的相关的，都是在宣告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也就是说宣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但是近年来宣告这个词被滥用了这个被滥用的情况其实还蛮严重的。牧师在看到某个教会的网站里面张贴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外国的女牧师，她在讲到这个宣告的功效宣告的功效。那她说呢，只要你坚定的宣告，事情必要成就。注意他强调说，你只要坚定的宣告，事情必要成就。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牧师举2个他说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人呢，他们的家门口就有一座小山，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我真是希望这个小山被移走他说这个小山不在该有多好年轻人就告诉他的妈妈说，我要宣告让这个小山移走。果不其然的，后来没有多久，有一间矿产公司来说，他们要免费帮这个山呢移走产品，因为这个矿土可以卖钱。虽然在表面上这件事情看起来就如同年轻人的宣告可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宣告的意思真的是如此吗？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就可以随意宣告嘛另外有一个例子，他提到说，有一位牧师呢，他的哥哥跟他的声音非常像，所以有一天这个哥哥呢就打电话装成牧师弟弟，打电话回办公室，就告诉承办的姐妹说，我实在是太爱我哥哥了，我打算给他$1000。承办的姐妹分不清楚，所以他就照办了。这一位外国的女牧师呢，用这个为例子，她讲到说，基督徒的宣告就可以让撒旦呢分不清楚是谁的声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声音很像上帝。这样子宣告的话，我们就可以胜过撒旦了。等一下，这有问题耶。对牧师而言，这个第2个例子，其实我们稍微懂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个是一种诈欺，这是一种图利。这样的例子怎么可以用来类比基督徒的宣告呢？昨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6章11到12节保罗提到的爱钱财其实是最极大的罪，或是在更早的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他也提到说，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的宣认，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喜好宣告这小山移走。我们记得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说，父啊，求你将这杯移走，但是不要顺我的意。不是他宣告就要成就，必要成就，这有问题耶稣也不是在那边宣告说，教会办公室的小姐搞不清楚状况，赶快拨1000块给我。耶稣基督的宣认，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第18章33到37节的经文。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又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基督的宣认是他的呼召，是他的工作，甚至他必须要为此牺牲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告诉比拉多：我的国不在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基督他宣认他如同比拉多说的，他是王，但是不属这世界的王。如果属这些世界的王，他的臣仆必要为他征战嘛？那既然不是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因为这样的宣认，他的呼召，他的工作，这样就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但是他愿意这样宣认。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宣认，目的不是在造成混淆，也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忠诚、无可指责的遵守上帝给他的诫命，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日。请我们注意看经文，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这样的书信，提摩太前书第6章13到16节。保罗这样告诉提摩太说：其实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面前作证时，也同样做过美好的宣认。在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和这位耶稣基督面前，我吩咐你，你要忠诚、无可指责的遵守你所受的命令，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一天。我吩咐你，你要忠诚、无可指责的遵守你所受的命令。好，那15节他这样说：上帝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他显现。上帝是可受颂赞、独一无二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他是不朽不灭的，他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能够看见他。愿尊贵和永恒的主权都归于他。阿们。生命记的记载，我们看到摩西透过再一次的宣告上帝的诫命，告诉以色列人，唯有透过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我们才能用生命来宣告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如同耶稣基督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他也这样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诫命。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宣告。成功神学的人、追求者，他们误以为宣告是迈向成功的万灵丹。可是他们非常严重的是，他们忘记了上帝才是上帝。